好些，耶稣龙啊！耶稣，来了明天我们就去帮你了些。我想干你了，来了明天你回答是没？什么？去帮你了。呀，一路那还些。耶稣，那不是走呢，才能帮啊，他怕啥？看他啷，就那个那不他的的啊。他怕我好，啊有小门啊，有块路啊。怎么样？徒劳。用好比早，提前呢，我过后提纲一他家呢。